是是非非脫口 show， 點解馬來西亞係亞洲第一退休城市？各位觀眾，歡迎收睇是是非非脫口 show。今日呢個題目唔係講咩政治，唔係講咩八卦，係講一個好實際嘅問題。人到老應該喺邊度安享晚年？有人話要去日本，因為恬靜，因為有壽司；有人話要去泰國，因為熱情，因為按摩。但你知唔知？根據好多國際退休雜誌、生活指數，甚至外國老人協會嘅統計，馬來西亞竟然長期排亞洲第一。聽到呢度，好多香港人、台灣人、新加坡人即刻眼都突出嚟。馬來西亞係啦，冇聽錯，就係嗰個又熱又多流、又多笑容、又交通有少少亂嘅馬來西亞。佢竟然俾人評為亞洲最適合退休生活嘅地方。咁呢個評價究竟係真定假？係是定非？今日我哋就要用是是非非嘅角度慢慢拆解俾你聽。首先要退休，最緊要係咩？唔係屋大，唔係豪宅，係生活成本要低。你知喺香港、台北、新加坡，老人家一個月租層細細嘅單位都要幾千蚊美金。喺馬來西亞呢個價錢可以租到一個有泳池、有保安、有電梯、有景觀嘅 condo， 仲要有冷氣、有陽台、有小鳥早晨幫你唱歌。馬來西亞人聽到都覺得好笑。你哋啲外國人嚟我哋度退休真係賺到笑。講真，對好多歐美人嚟講，佢哋買咗自己屋嚟馬來西亞買層公寓，仲有錢買車、買貓、買樓，生活仲好過以前打工嗰陣。你話係咪平？係平。你話係咪舒服？又舒服。所以啲外國老人嚟到就覺得馬來西亞簡直係天堂價錢，5星級生活。再講氣候，馬來西亞冇四季，一年到尾都係夏天。有啲人話哇好熱喎，但你唔好忘記，老人家最怕乜？就係寒流、濕冷、骨痛。馬來西亞全年20幾30度，啱晒啲關節有問題嘅人，而且空氣唔乾，皮膚都滑啲，唔似歐美國家，冬天凍到你要搵火爐、搵被鋪。喺馬來西亞，你住件 T-shirt 拖鞋就可以去飲茶。最重要嘅係呢度有陽光，有陽光就有笑容，有笑容就唔易老。所以喺馬來西亞退休嘅人，個個都好似青春返晒嚟咁，每日都講：哎呀，我又想食椰漿飯。再講食，唔講唔知，一講嚇一跳。馬來西亞嘅食物真係世界級。你想食中餐有，想食印度餐有，想食馬來餐有，仲有混合蛋、海南雞飯、肉骨茶、沙爹、椰漿飯、福建麵。退休生活最開心係咩？就係朝早可以慢慢揀早餐，今日食 roti canai， 聽日食 kopi o 加半熟蛋，而且最緊要係平。香港人食一碗雲吞麵要40幾蚊港紙，喺吉隆坡或者檳城，一碗美味雲吞麵5蚊馬幣。你食飽之後仲可以行到海邊飲椰青，成個畫面好似度假。咁你話呢度係退休天堂，係唔係有道理？然後講人情味，馬來西亞人有個特點，唔急唔計較。你問佢喂，點解你做嘢咁慢？佢會笑住話唔急啦，慢慢來。對於啲退休人士嚟講，呢種節奏啱晒，冇人逼你，冇人鬧你，連巴士都唔趕。老人家最需要係乜？就係心境平和。喺馬來西亞，日日都可以聽到鳥叫、樹影、海龍聲，冇咁多壓力，唔使爭車位，唔使排隊上巴士。所以好多外國人話嚟馬來西亞退休之後，血壓都低咗，心情都靚咗。講到醫療，好多朋友會問：咁萬一有病點算？呢個問題好實際。其實馬來西亞醫療水平唔低，仲好出名。有啲醫生喺英國、美國讀書返嚟，英文有通，醫療費用平過泰國同新加坡好多。所以馬來西亞仲有個稱號叫醫療旅遊王國，唔少人專登嚟睇牙、做手術，而且政府有退休簽證 MM2 Base Malaysia My Second Home， 俾你長期居留、買屋、開戶口，甚至請工人照顧你。對於啲想養老但又驚麻煩嘅人，呢個政策就係救星。講到城市選擇，好多人問退休應該去邊個城市？吉隆坡當然方便，有醫院，有購物商場。但如果你想靜啲，就去檳城。檳城有山有海，有英殖民時期嘅建築，有中餐，有廟宇。你早上可以飲茶，下午行 Gani Drive， 晚上吹海風食炒條。而且檳城有好多外國退休人士社群，美國人、英國人、台灣人、香港人，甚至韓國人都搬去嗰度住。一個城市變成咗國際老人村，大家講唔同語言，但一樣講
唔好逼我返原本個國家啦。有啲人又會話馬來西亞會唔會危險？老實講，冇邊個地方係100%安全，但馬來西亞社會其實幾穩定，冇戰爭，冇恐襲，冇動亂。你夜晚出街買宵夜，最多遇到條流浪貓。警察雖然有時候慢半拍，但都仲算有效率，而且社區裏面大家互相照顧。我有朋友話佢喺檳城條街迷路，問過阿嬸呢條路去邊，阿嬸唔單止指路，仲請佢飲茶，順便介紹孫女俾佢認識。你睇人情味幾濃，廣泛價值觀。馬來西亞人唔中意比較，喺呢度冇人會問你屋幾大啊，你開咩車啊，佢哋問你食咗飯未，呢句就係人情味嘅象徵。退休生活最怕孤單，但馬來西亞嘅鄰居會送你咖喱雞、宵夜飯，你唔開心佢會話唔好諗咁多啦，食先啦。而且好多地方有華人社區，講廣東話、福建話、普通話都得。對香港人嚟講，好快就適應到呢度有廟、有粵劇、有獅子舞，連過年都好有氣氛。當然，講到是是非非，我哋都要講反非嗰一面。馬來西亞有時交通真係亂，摩托車多到似螞蟻，有啲政府部門慢得離譜，排隊可以排到你開悟。仲有偶爾會停電、停水呢啲係熱帶常態。但講真，退休咁多年都唔趕時間，停一陣又點？有句話講得好，退休唔係冇事做，而係冇事急住做。講咗咁耐，你可能會問，咁香港啲老人點樣？香港人老咗都想移民，有啲去台灣，有啲去英國，但英國凍，台灣貴。結果有人話，不如去馬來西亞啦，至少唔使住外套。馬來西亞嘅陽光、物價、人情味、語言、醫療加埋政策，簡直係5合1養老套餐。而且對亞洲人嚟講，文化差異唔大，食又習慣。你睇有幾多香港人喺怡保買屋，有幾多台灣人搬去檳城，佢哋唔係傻，係真係過得開心。咁點解馬來西亞會咁得人中意？我諗一句話可以總結：馬來西亞唔完美，但夠真誠。呢度冇咁多花巧，冇人逼你快，冇人同你爭。呢度啲人知足、熱情又識笑。人生最後一段旅程，唔係要住最貴嘅地方，係要活得最舒服。所以是是非非脫口秀要總結一句：馬來西亞排亞洲第一退休城市，唔係因為佢最富有，而係因為佢最有人情味。呢度嘅陽光會曬走你嘅孤單，呢度嘅咖啡香會溫暖你嘅心，呢度嘅人會用一句唔急啦，慢慢嚟提醒你，人生其實可以慢啲行。多謝大家收睇是是非非脫口秀。如果你都想搵個地方過第二人生，唔好只睇風景，睇下人心。而馬來西亞正正就係一個有風景、有味道、有笑聲、有溫度嘅地方。下次見，記得訂閱、留言，等我哋繼續講是是非非。